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行優之味講下錶。今日喺供應商度揾到一隻超級優惠嘅帝陀，介紹俾大家。一日 18K 玫瑰金鋼，41mm 黑面。咁個錶面係有網紋嘅，18K 玫瑰金圈啦，金鋼帶啦，3針日曆，針字都係金嘅。咁用返自家機芯38小時 Power Reserve， 超級優惠，只此一隻，因為供應商都好快賣㗎啦，應該原價係33,300公價，超級優惠價16,800，只此一隻，手快有手慢冇。如果有興趣嘅錶迷就 WhatsApp 61279284，或者落嚟尖東行優錶行睇睇。多謝大家。